10月14日起，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花甲男孩转大人》。台视综合台隆重推出《玫瑰玫瑰我爱你》口述影像版。我你就甲阮在小台教一个 ABC 教家己，后当按来比棍。董老师深吸一口气，我不要。两人拉扯，唱国歌，赶快站好。警察马上立正，警察和车夫跟着敬礼。站在警察身后的董老师指了指3轮车龙头，示意他快牵车偷溜。10月12号周六下午1点到3点，《玫瑰玫瑰我爱你》口述影像版。我爱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在点台语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先带大家关心在点上新的画面。要来看到这是宜兰南方澳啊跨港大桥放落来，按算今仔日也有明仔这2天，就要甲桥顶面的钢铁拆掉。本来今日早起时8点要封港拆桥，也毋过因为透暝落大雨，时间搁再延，都要等到即马在点才会开始无开放水路，即马船也是会当过。按算日到明仔早起时恢复互船会当出入。这个拆桥的工课要甲桥顶面的铁基啊拆掉，按算头尾都要10天的时间才会当清好线。详细的现场消息，赶紧要来看到台中市市长罗秀燕下早来到市议会要进行市政报告。也毋过这阵啊空气污染的问题真严重，民进党议员拢挂嘴烟要来表达因的抗议。详细情形，赶紧来看现场的场面。空污变量，市长道歉；空污变量，市长道歉；空污变量，市长道歉。蔡英文道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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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英文道歉。蔡英文道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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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英文道歉。好，咱即马看到的是台中市议会上新的情形。咱看到民进党的议员嘴挂黑色的喙烟，大声喊抗议，话讲总统撰文都要回失的。因为这件抗议的代志引起到台中市议会一寡议员拢挂喙烟来抗议，另外各局长的部分嘛已经先离开现场。同款嘛是早起时上新的消息，要来看到今年92岁国宝歌王文夏和看好解持刀。中秋节因为感冒来到台北马偕病院住院，无意外和一个查甫看好解持刀，昏去几落天，病院落尾嘛替文夏验尿，发觉讲液尿内底有毋是医生开的大麻成分，这是管制药品。检察接到报案了，即嘛已经找到这个看好，等咧进一步调查。社会事要来关心，人咧讲紧行无好步。嘉义一台箱仔车经过上海路和世贤路12路口的时，因为无注意到头前的情形，当场去弄到一架倒滑的车，规台车驶180度掉伫路的，2个人拢受伤，该在送病院了后无啥要紧。一台箱仔车驶伫路的，毋过后1秒。镜头向西90度，原来迄当阵箱仔车风浪，规台车并车都跌落的。佮看一解画面，迄当阵箱仔车经过路口的时阵，可能无注意到倒边有车驶来，拢无打档啊，刷落2台车就安尼直接去弄掉。速度不快啊，老板。他是这边这侧，因为他斜下去刚好是这一边。车祸现场零件线甲规涂骹，轿车车头猫类变形，车顶嘛落落来。另外一台风浪的箱仔车都跌落的，好佳在迄当阵后壁无车，若无后果想都唔敢想。车祸发生伫8号11点外要到的时阵，嘉义上海路甲世贤路路口，警方调查可能是双方伫经过路口的时阵，拢无甲速度放慢，才会造成这个车祸。2台车在马路中间对撞，其中有一台车小型车车头都全毁，
另外一台就侧翻在马路中间。发生车祸，厢仔车的驾驶胸坎会痛，肩胛头甲倒手骨嘛受伤。赛轿车的查某驾驶正手后脚会痛，两个人送去病院了后拢无啥要紧。记者综合报道。详细的消息，咱先来看到花莲去年发生2月初6大地震，分门喙提大楼倒去，引起14个人不幸无命。花莲地方法院一审宣判，起诉公司建筑师也有土木技师，拢判5年有期徒刑，会当搁再上诉。去年2006花莲大地震，分门喙提大楼8秒就倒去，造成14个人死亡。即马想起来也是让人心惊胆吓。调查了后，即马花莲地方法院一审宣判，包括建商、建筑师甲土木技师3个人，拢判5年有期徒刑。本来应该要使用强度是4200的钢筋，却错误使用强度2800的钢筋，那相当于钢筋量不足，这个是有关建筑施工方面的缺失。地检署调查发现，建商刘英林开的北高建设公司无甲及因建商的资格，嘛无起大楼的专业技术，那为了省成本，借牌来起厝，佮偷工减料，结果造成更基的强度无够。建筑师尤德英负责设计甲监造，土木技师陈正祥是伫结果计划书顶的签证，拢互检察官按过失致死罪提起公诉。本院认为3位被告都有罪，以量处法定最高刑度各有期徒刑5年为适当。大楼倒去14个无辜的人命缀咧无去，虽望一审判3个人有罪，不过专案也可会当上诉。记者综合报道。赶紧要带大家关心上新的回应。分门喙提大楼主委林伟认为法院判了伤过轻，咱做伙来听上新的讲法。用5年的刑期来承担一个责任，我觉得台湾这样的法律有没有真的是不太符合人性。奸商他毫无悔意耶，我们的法律还要保护这样一个毫无悔意的人吗？那建筑师跟监工他们虽然有坦诚过失，但是也互相在推卸责任。我是真的觉得无良，真的是无良，完全没有公理，没有道义。好，咱拄则听到就是主委上新的讲法。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这是家人出名坎仔顶观光墟市，逐工透早画价画煞了后，就有一寡外地来店头，因为贪一时的方便，就那甲玻璃笼撒咧乌白蛋，规个贴甲敢若山共款，也佫臭加加。环保人员都要用5点钟的时间来收尾，民众就咧晒讲乌白蛋粪扫。管理单位讲，今仔日起，若是口劝唔听，就会开始开罚单。来到家人有名的坎仔顶观光墟市啊，本来想讲应该当看到活跳跳的海产，不过真正看到的煞是规世界玻璃笼。这个嘛，超车啊，拢会搞到刹车会出去啊。当地民众拢咧晒，因为这玻璃笼的箱啊，有的生蠓虫，有的味真臭，爱一路好二路，四界拢看会到玻璃笼，顶下佫有批货字，原来是外地来的头家为着方便，干那甲货载走，粪扫拢留伫遮。说实在，我们基隆市的市民缴税，然后处理外县市的。外地来头家时间是省落来啊，不过煞艰苦着清洁人员，工课变真多，为透早开始捡玻璃笼、塔做伙，尾啊用车载走，拢总爱用5点外钟的时间才处理会好。我们已经讲了2个多月了，他如果没有再配合我们集中一个地方再放置的话，我们就是请环保局跟那个警察局来开单。管理单位强调，已经有打款到单，要求集中处理啊。为9号开始，若是个乌白蛋，就会通报警方甲环保局来开单，避免这款的情形影响当地环境甲卫生。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咱台视新闻的独家镜头，要来关心美国式大卖场，互民众投诉讲，伫咧卖这囡仔册无经过业者同意，囡仔就直接大煮大意甲册拆掉。另外，佫有囡仔伫咧耍内底这铁佗米，无论是台中或者是台北内湖分店加减，拢有这款的情形。都一寡消费者了准现场有提供免费试读的册，业者回应讲，若是拆开都爱买。大卖场的过路人是来来去去，但是煞有家长带着囡仔直接坐伫涂骹拍开囡仔册咧耍办公会啊！因为我们坐进来一点好不好？不然人家要过去。坐进来一点。刚才看到小朋友耍甲真欢喜，一坐落来就唔肯离开。原来囡仔册有教佚佗物啊，佫落款一沓搁一沓，请真侪民众来看。看，有钞票。优惠券
都要有钞票，买东西有那个优惠券。有袂少的大人囡仔拢真欢喜来咧看这个册，但是详细看，这个册其实原本拢有塑胶袋包着，都有民众投诉，讲这个卖场内底卖册的专区，无论是伫咧台中也是台北的分店，亲像安尼情形一直拢咧发生。放伫咧上顶悬的囡仔册、小说上外层的包装，拢已经互拆开，塑胶袋啊更加互放去边啊，互袂少民众误会，就是现场有提供会当试看的书。这个的话，它有那个打开的试读试玩的，可以看里面东西什么。有，所以就是他也没办法猜嘛，对不对？就是回去不要就拿回来。才有来回应，册籍专区并无提供试看的这个服务，若是拆开就等于是要买，四界拢会当看到人顺手就拍开来看，业者实在是真无奈，嘛真歹找出将塑胶袋啊拆掉的人到底是啥，要追究责任难度是真悬，就看消费者是毋是有自觉的能力遵守卖场的规定。记者综合报道。继续要来看到这个画面，这是台东市火车站附近真侪间民宿。最近几个月以来，都有一架台湾的高山在附近，若是和狗仔、猫仔生做伙，也有人看到高山仔找猫母要食零。这是无大紧，也毋过这个高山仔甲民众种的一寡花卡，也有树枝拢弄断去，佮黑白放屎尿，互民众感觉实在无大碗。同款嘛是互人足无奈，来看到今年新历6月初8，苗栗的通霄镇发觉到头一个番麦糖，短短4个月时间，规个县拢总18个乡镇市，敢若剩7个县市无代志。经济早餐人通报讲秋兴滚糖，因为爱食番麦，就那个叫做番麦糖。东螺乡有人头一届种番麦，也未大长，就互食这个糖食了，实在是灭口无目屎。甲番麦叶啊掰开来看，一只秋兴滚糖就密伫内底。农民真无奈讲，这是上歹看的开箱文，因为规片才拄种无偌过番麦田，若看到叶啊顶出现一粒一粒的屎，就会当确定已经受到秋兴滚糖的伤害啊。有没有？这边它的口系的前面有个 Y 型，然后屁股有4点。苗栗县政府农业处讲，今年6月初8，通霄镇的番麦田发现头一个秋兴滚糖的案例了后，4个月内18乡镇市就在意出现秋兴滚糖，会当讲有种番麦乡镇就有出现。那经过确认有秋兴滚糖的菜园啊，就爱做管制。管制到作物翻耕，那我们后续还会再放一些秋行菌的虫的一个那个诱剂粘连板哈。中央目前针对秋兴滚糖实行第2阶段的防疫，若喷药啊、管制农作物翻土，搁会伫土翻过地区，可能会当成通过去的好心纸。观察防疫的效果，农民若是有发现秋兴滚糖，就要赶紧通报给农业单位，安尼才会当赶紧想办法来做防疫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防疫工作，继续要来关心台湾流感疫情小可较无遮尔啊严重。不离过顶礼拜也是有10人家伫咧学校挖到流感的案件。卫福部疾管署预估热天流感疫情伫要收煞，也毋过热天流感可能一直到10月底，刷落来有可能引起到寒天流感继续摊开，时间搁再延前。按算明年1月初了后，才会慢慢出现到寒天型的流感，提醒大家这段时间拢袂当结外外。另外一个上新的现场，继续来看到明仔就是双十国庆，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会用企业领袖的身份，和市长郭文哲做伙参加升旗典礼，和议员批评郭文哲甲市政府的活动变作是家己的政治舞台。团讲过阵营，新历10月20会公布头一波立法委员的名单。郭文哲在起时针对相关的议题，有上新的看法。这个国庆日就国庆日吧，这个。是这样的，国庆升旗活动还是一个公开活动嘛。如果有人要来共襄盛举，当然是表示欢迎啊，不要想太多了。那什么政治啊，就是中华民国国庆日嘛，就这样而已啊。那你过去没有邀他，然后这一次怎么突然邀？啊，这个应该邀他吧？他有问说他能不能来？我说会的话，当然可以来啊。我们就送个邀请卡给他，邀请函给他。啊，这是他们先说要来的吗？也不是主动来，也有问一下说，这个参加可不可以？我说当然可以啊，这个欢迎啊。因为现在有议员批评这是公器私用。没有啦，那批评也可以来啊，你也可以来啊，我没有说你不能来啊。如果说别人可以来，你不可以来，那才是公器私用。如果大家都可以来，怎么会叫公器私用呢？但因为他们明天要来，然后
后今天早上跟你们的幕僚双方一起敞刊，是不是有特别礼遇郭董？是啊，维安的场刊还是什么不晓得。他说动线的场刊，可是你们幕僚也在。后来一般比较 VIP 来，其实老实讲比较关心的都是警方啦，警方一定要看那个维安的哈，因为还是警方有责任嘛，所以还是要保护安全嘛，所以通常会看一下动线，这也蛮正常的。但是过去好像很少见说，就是不是主办方然后到现场参观。不会啦，你今天如果是你要是大牌艺人要来，我们也是要敞刊的。这我想那是维安的问题了，不是什么维安还是必要的。对，过去有曾经敞刊过吗？还是这一次是第一次？今年第一次？不会啦，我跟你讲，只是平常没有这么大咖的来嘛。一般如果比较重要的人来，你说比较有名的艺人如果要来的话，一定也是要敞刊的。那通常那个警方还是有它一定的维安规格。我知道你怎么看？目前现在国阵营传出10月20号可能会推出首波的立委名单，因为民众党是不是也预计要在那个时间附近要推第2波的立委？就是有那我们现在紧锣密鼓的在整理名单嘛。有啊，正在整理的，我会叫他们赶快弄一弄的。目前有听说不分区是。另外，这方面赶紧要来看到，这是全国运动会19号特别伫咧桃园球场，高雄市市长韩国瑜今日早起时特别这个高雄市的代表队来授旗，嘛5万选手的比赛会当有上好的成绩。现场详细情形，咱赶紧来看卖。蔡武弘议员，还有钟义仲议员。另外还有好几位议员，曾俊杰议员、陈慧文、黄文志、王耀议员的代表，还有要感谢我们高雄市长期关注我们体育发展的朱文庆理事长。另外，永远是我们高雄市运动选手后勤最重要的医疗团队的我们小港医院的郭院长。每次都组织最棒的医疗团队啊，做我们运动选手的后盾。实践大学的郝教授，还有所有的助理、秘书、各界关心我们高雄市运动界的各位好朋友，还有我们最重要，今天我们所有高雄市派出比赛的我们所有的运动选手，大家早安，大家好。跟大家报告一个佳绩。现在每2年一次的全国最高竞技的综合性运动赛会，在桃园比赛。虽然19号开幕，但是目前为止赛事已经开始进行。我们高雄市到现在为止已经拿到了7金、7银，还有8铜，帮我们高雄市选手鼓掌一下好不好？真的了不起啊！都还没正式开幕，看我们已经拿到7面金牌、7面银牌、8面铜牌。我们特别感谢郭院长，特别感谢朱理事长，还有对不起，本府还最重要，我忘了介绍一个我们陈雄文副市长，对不起。然后谢谢我们小港医院啊，每一次都帮助我们组织最棒的医疗团队，来帮助我们运动选手。万一在比赛的时候有一些小擦伤，啊，身体上有什么不舒服，我们小港医院的医护人员立刻可以予以来帮助协助，这个是非常棒的。这一次我们全国运动会呢，我们运发局呢，陈局长呢，巧具心思，他特别呢结合了一个产官学合作的一个模式，特别邀请实践大学郝教授呢来模拟设计学院带领学生林冠军同学，林冠军同学到啊，好，林同学这么年轻啊，男孩子要大大方方啊，共同参与创作，非常棒啊。然后呢，本次代表选手呢有重量级的奥运名牌陈世杰，陈世杰到了吗？哦，还有国内3级跳的霸主李奎龙，还有台湾铁人双珠的我们郭嘉琪、张怡文，哎哇！我们运发局将几位选手，还有其他选手坚强奋斗的个人特质，设计成虚拟的漫画英雄的角色，这了不起啊！真的是了不起！用创新的思维，让大家认识高雄的运动员。啊，未来希望我们这些游戏业者也能够用运动员当作游戏的主角，
男主角跟女主角，我想开启运动跟电竞产业合作的模式，这是我们第一次的尝试。那这段期间，各位运动选手真的非常的辛苦，代表自己，代表家人，代表整个学校，代表高雄市。台上10分钟，台下10年功。我们高雄市这么多优秀的比赛选手即将开拔，远赴桃园为本市来争取光荣。希望所有的选手能够有优异的表现，市政府、所有高雄市民都会做大家坚强的后盾，予以万千的祝福。希望运动选手能够屡创佳绩，再创高峰。再次要感谢所有帮助我们运动选手这些默默帮助的各行各业的所有的代表们，以及各行各业的企业界医疗界各行各业的精英分子，都在帮助我们运动选手。要再一次感谢我们高雄市议会对市政府运动项目的大力支持，让我们迎接更美好的成绩。祝福大家，也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本韩市长带来的祝福。今日台算盘继续要带大家关心国庆连假，若是去日本佚佗，都要特别注意，因为日本消费税本来是8%，不过为这个新历10月初起，已经起到10%。有一寡旅游专家就发觉讲，一寡小景点袂当退税，不过呢，因为大家竞争真激烈，拢伫咧拼做生意，可能这计数就含税计数。另外，过去嘛真侪人特别飞去日本来买家电，认为讲伫日本买比伫台湾买更加会好。即嘛嘛有一寡专家认为讲，因为即嘛台湾真侪大盘挂货量挂真大，佮再配合一寡优待，伫台湾买其实已经真俗啊，唔免佮再打茶入来山。实在简单料理过，甲饭下落挂砍起来，过5分钟了后，好食的电饭就做好啊！这台伫日本卖超过100万台的电烘盘，是真侪台湾人去日本一定拢会买的商品。不过去日本买电器，敢正是有较俗。利用你的信用卡，然后呢配合店家的一些优惠呢，你可能可以比当地的价格可能便宜到10%、20%。想影无？家己去日本买，结果煞嘛无较俗，比较看卖咧。像讲这台电磁炉，日本有名的电器行，一台爱台票超2845块，若是配合台湾电商的优惠，伫台湾买，才干那2609尔，俗155块。另外，同款是日本真抢市的无线四套开，伫日本买超台票6905块，不过台湾电商的优惠一台唔免5000块，一届就互你省超2000块。电商叫的会较济，配合优惠拍者，计数有时阵会比去日本买更加俗。另外，日本消费税虽往为8%起到10%，不过去日本的免税店买嘛无一定是上俗的。有些商品呢，其实在日本当地呢，它销价竞争或者是说促销，其实隔壁的小店家可能比较便宜。专家建议，若是想要省钱，计数就要加比一个，才会当真正买到实惠。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就是国庆日，今年国庆烟火会伫咧屏东高屏溪溪仔边闹咧上场。主办单位特别规划一个欣赏区，高雄嘛有一寡所在看会到。大家会当来到这个溪仔边，有一栋高屏溪社区大楼，讲规个看过看懵懵，拢无搁较悬的厝查到。都一寡人询问管委会，明仔暗时敢会当开放，互大家来遮欣赏，提早要来遮占位翕相。另外，大树区旧铁桥湿地公园，也搁有浮流水解说公园，嘛是欣赏烟火好所在。天顶的烟火实在真水，今年的国庆烟火要伫高屏溪溪仔边放，唔那屏东这边的观赏区，对外高雄某景点会当看烟火。10月10号的国庆焰火呢，即将在高屏溪畔来释放。而其实呢，从高雄这一栋大楼呢，因为拥有极佳的制高点，也因此呢，从这边呢可以完整的看到焰火全貌。远远看过会当看到烟火美景。高雄的这个社区，因为就伫咧高屏溪边啊，加上大楼无物件较早着。所以视线真好，已经有真侪人去甲管委会问啊，讲想要伫放烟火之前提早去占位。那这个社区包括大树旧铁桥、甲河流水解说公园，拢是看烟火真好的景点。第一次放烟火那么久啊，我们这边的人都很高兴啊。烟火的时间上听说是释放42分钟，对，最长的一次。让12年国庆烟火搁一届伫屏东放，预计时间会有42分钟，嘛拍破纪录。民众提早做准备，找一个好所在，要好好来欣赏国庆的烟火。记者综合报道。
另外，佚佗不里面都爱带迷来看到出门旅游带迷，嘛愈来愈侪人会利用订房间的平台来注文。一般较出名的就是外国的网站。今嘛交通部观光局要甲政府台湾旅宿网升级，按算月底就会刷新的功能。头一波有超过1000间业者来参加，旅游专家进一步分析，讲外国平台饭店的选择较侪，不管是也有一寡优待。若是咱台湾的网站，就会当来推广在地化，像外国同款，互网友拍分数。安尼就会当和外国网站来比较。放假想要出门来一撮自助旅行，伫个电脑用手甲搭一个网络订房平台，顶悬逐项都拢有，随就会当甲注文落来。交通部观光局即马嘛要甲台湾的旅宿网甲做升级，要来增加这个订房的功能。估计伫10月底就会当上线。不过伫个一般的旅游专家来甲看，国外的网站同款是较有优势。国外平台的话，就是说它现在功能上面非常的齐备，比方说它你打一个勾哈，你就可以选说，比方说这个评价啊9分以上8分以上，我觉得最强的应该是评分，就是各国旅客的评分已经有一定的这个资料库了。斟酌来甲比拼一下，国外的订房平台，全球各地伊的饭店多，也佫有不三时都有促销活动。不过业者上价都爱付买2成的手续费。伫个过去佫捌发生会员的告诉这个外泄的问题，若甲对照台湾的旅宿网，头一波估计有上1000间的旅宿会来参加，未来嘛来释出优待。主打是讲无要收业者的上价手续费。官方的网站治安的要求的水准嘛较悬。在今年底的部分算是第一波。那么接着明年，还有第2波。那当然，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我们会做滚动式的检讨。当地的订房网站永远是这个人脉是最强的，所以希望说我们自己的旅宿网也可以就是搜罗比其他地方更多的住宿。专家认为讲，若是要推广在地化，比较外国的网站，要有网友的评分回馈机制，这是重点。旅游专家建议讲，假使讲若是民众想要抢迄个较俗的，要是爱开寡时间来做介绍的比拼，锁定各大平台无同的优惠，安尼才真正会当较省咧。记者综合报道。5号世界大代志，继续来看到，正是适合便所超市。这是韩国一个查某高中学生7月底和朋友做伙来到釜山旅游，来到广安里海水浴场附近的鱼池仔公共便所，当场所获臭味激一个分气，互人送去病院治疗。2个月后，因为脑栓断掉，也是不幸无命。经过调查，咱看到这个公共便所的水管拢已经旧啊，引起到有毒的气体硫化氢泄漏，超标60杯。检察官依照过失致死的罪嫌起诉在地业者，也有政府相关的官员。殡仪馆内底场面真哀伤，死者的同学来到灵堂甲致意，不过心内煞真恶接受，原本是逐工咧见面的好朋友，就安尼来离开世间咯。今年7月底，一个19岁南韩的这个查某高中生，甲伊的朋友来到釜山佚佗，使用广安里海水浴场附近的这个鱼池公厕。不过入去了后，煞一直拢无出来。伊的朋友发现讲无对同，入去便所甲看，才发现讲这个查某高中生已经昏去了。伊的朋友事后回忆讲，事当时便所内底有一个现足臭的，就连伊家己嘛一直想要吐，差一点仔就昏去。虽然讲查某高中生紧急来送医急救，不过伊的状况一直拢无较好，煞尾伫个9月底，因为这个脑部损伤，不幸来过身。 당시 화장실에선 산업안전보건법상 기준치 15ppm의 60배가 넘는 1000ppm 이상의 황화수소가 유출된 것으로 조사됐습니다. 经过调查发现，讲这座公用便所已经使用超过20年啊，内底的线管嘛拢真老啊，佮加上伫个边啊，就是垃圾水的处理设施，使当时有毒的风气、硫化氢，就对这个洗手台的下边的消水孔浸入来便所。 查某高中生闻到这个毒气，就来中毒昏去。釜山当局目前嘛已经将244间公共便所的洗学区甲关起来，佮对市内611座公共便所来做检查，希望会当避免这类危险的代志佮再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
换者心情来看到，一般咱伫台湾看到金蕉拢是黄的，东南亚地区有一款金蕉皮是看起来迷人的孔色，这款的绕瓦纳蕉食起来亲像食饼同款，绵绵也阁真有咯，会当直接食，嘛会当配冰沙或者是康肉做伙食。另外，喜马拉雅山东部地区也阁有一款粉红色的金蕉，互人感觉真梦幻，感觉特别煞心。金蕉皮是这个机叫 Tiffany 的粉蓝色，远远看去亲像会当发出粉蓝色的荧光。莫想讲金蕉拢是黄色的，这种绕瓦纳蕉都有真罕见的色水，伊食起来滋味就亲像这个香草冰淇淋，互人学了讲是金蕉界的哈根达斯。I have derobed it, and they're really good. And I have to say, they do remind me of ice cream. 这个生做粉粉普蓝色的金蕉，伊的原产地是伫东南亚甲澳洲的北部，伫夏威夷含这个斐济，嘛有出产。这个鸡叫 Tiffany 蓝色的外皮，这毋是基因改造的，是天生自然，是蓝条底，毋是蓝黏的。这个金蕉伫咧还未熟的时阵，伊的金蕉皮就是这款普蓝色的，等伊较熟了后，才会当做青色，也是黄色的。片着阁有香草的香气，伊的口感亲像卡色达酱，嘛像迄个冰淇淋，除了会当直接食，嘛会当来斗搭这个冰沙，也是讲烘的做伙来食。It originates from Southeast Asia, and unlike other banana varieties, it can keep growing in temperatures as low as 20 F7C. 除了这个会当耐较低温的粉蓝色金蕉，还有这个胭脂粉红的金蕉，会当予青春的少女看到心花照开。这是生产伫个喜马拉雅山的东边和阿萨姆地区。这个胭脂红的金蕉，伊的色水特别奇巧，伫咧果子王国内底看到特别醒目。简单用看，就互人感觉足稀罕的。记者综合报道。跳过一个广告了后，继续要带大家关心最近肠仔病毒大摊，假使若是囡仔去话着要安怎才好？家庭照顾假本来是7天，即马按算延长到12天。劳动部部长柯明春嘛讲会当进一步来讨论。如果可以让另外一个人发现自己的好，这也是一种幸福。人跟人之间的互相吸引，本来就是一种很难说清楚的感觉。开始了，就不要怕困难。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我的男孩》。任何飞上枝头的机会，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男人呢，只是视觉动物，我只要 catch 他们的眼睛。Hello， 你有没有洗手？请问是康乐优小姐吗？你上个月就应该还款了。这个康乐又到处乱借钱了。你不要过来啊！不要过来，我真的会往下跳。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各位雄心是大家好，我是迄个繁星郑家的郑花姐啦。今日吼要来甲大家讲一件真艰苦的代志。其实也不是完全的艰苦啦。就是阮阿嬷要过身啊！大基本千万字，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今仔日要来个小解之字，就是桶。这个桶就有通过、串过意思。古早人讲，一个人若是无心机、较单纯，就是讲这个人一条肠啊，桶尻川。咱带大家来小解2个词。头一个就是桶过，这个意思就是透过、套过、串过。第2个词小桶，意思就是讲小透、小通。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2个词夹做伙。譬如讲，伊骑铁马要去载囡仔，看到路的塞车，伊就想讲这条路和迄条路是相同的，就咱骑另外一条路，结果强强拄到落大雨，规身躯啊甲澹糊糊，含衫都予雨水啊甲烫过。今仔日小解这一日烫提供予大家参考。继续要来关心最近肠仔病毒大话，囡仔若是话到到底要安怎才好？囡仔一定爱请假。若是大人的部分，嘛爱来照顾囡仔。来看到照即马劳基法，劳工一工敢若休7天尔，一年有7天的家庭照顾假，就算是事假，袂当算薪水。另外，即马时代就希望你咧公共政策网络平台人数，加建主持7天的家庭照顾假调整到12天。劳动部部长柯明春伊讲，休假是会当去讨论，不只个若是要算薪水，这就惊爱详细评估。今天早上起来有家吐。
唔甘宝贝查某囝半暝扫到空叫，再去精神阁小连续吐4摆，做老母的感觉真烦恼，就紧的甲公司请2点钟的补休假，带囡仔去诊所给医生看。知道有7天的假，如果有什么突发大状况，住院或什么，那个使用的很快就消耗掉了。若是以长仔病毒的这个病情来看，上严重的是伫个头前的3天，囡仔会发烧、出痞含生水珠的症头，这嘛是上爱照顾的时间。啊，若尾啊4天，虽然讲这症头有较轻啊，不过伊的传染力也是足强的。便若是讲去拄着囡仔安尼停课1摆。即马现行的劳工1年有7天的家庭照顾假，就规个拢用去啊，实在是真困扰。雇主都会依照法律来走，请的时候就会讲一下话。甲看即阵的这个规范，公务人员1年有7天的有薪水的事假，一般的劳工1年嘛有7天的家庭照顾假。会当甲合入去这个事假来计算，劳工若是想要请假，雇主是袂当拒绝的，嘛袂当影响到考绩。不过请假的时是无薪水的，即马就有家长伫个公共政策网络的平台咧联署，希望讲会当甲这个家庭的照顾假对1年7天，甲调整到12天。另外嘛会当有这款无扣薪水的陪病假。从防疫的立场来讲，停止上班上课，那父母亲去陪他。可是从我们工作职场的立场来讲，可能除非是公家机关。否则，私人机关很难做这种事情啊！你怎么可能让你的员工休1个礼拜在家里？劳动部回应讲，若想要提悬家庭照顾假的工数，这是会当讨论的。不过，若是对规台湾目前有这个劳工804万人来甲计算，假使讲逐个人增加1天有薪水的假，安尼雇主的成本就会加出99亿2千万，是不是会当来放这个有薪水的假？这就要搁经过评议评估。记者综合报道。赶紧来关心上新的现场画面，这是台中市市长卢秀燕下午来到市议会要做市政报告。因为这阵啊空气污染的问题真严重，民进党的议员拢挂嘴烟要来表达抗议。另外，国民党的议员嘛举牌啊，讲是中央有问题，双方吵吵闹闹。详细情形，赶紧连线记者林书宏来查来了解。书宏。主播各位观众，带您关心台中市议会最新情况哦。今天台中市长卢秀燕要来到市议会进行施政报告，但是包含民进党市议员林德宇、陈世凯、黄守达等人哦，还有其他多名党内议员，纷纷戴上了黑色的口罩，并且在上头印了一个骗字哦。由于近日空污问题严重，但市长却神隐，他们要求卢秀燕市长必须先向市民道歉，才能让他上台。因为现场蓝绿议员高举牌子呼口号，现场一度发生拉扯冲突。绿营议员表示，不少市民都向他们反映，换了市长，但空气品质依旧没有变好。选前高喊政见无法实现，市政蓝图的公信力令人质疑。都希望市长针对连日空污给个交代。但蓝营议员回呛是中央有问题，蔡总统应该要下台负责。而市长卢秀燕和局处首长则是先行离席现场持续闹哄哄。以上是目前掌握资讯，主播。休息一个广告了后，上新的外国大代志要来关心，这是美国众议院正在针对到总统川普要来对这个弹劾的调查。白宫9号写配合众议院宣讲袂当来配合，因为你的宪法来看是无效的。如果可以让另外一个人发现自己的好，这也是一种幸福。人跟人之间的互相吸引，本来就是一种很难说清楚的感觉。开始了，就不要怕困难。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我的男孩》。任何飞上枝头的机会，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男人呢，只是视觉动物，不叫 catch 他们的眼睛。Hello， 你有没有洗手？请问是康乐优小姐吗？你上个月就应该还款了。我手机。这个康乐又到处乱借钱了。你不要过来啊！你不要过来，我真的会往下跳啊！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各位乡亲是大家好，我是迄个繁星郑家的郑花甲啦。今日
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插播咱拄则收到上新的外国大代志，这是美国众议院正式针对着川普要开始弹劾调查。白宫9号写批予众议院，讲弹劾调查为宪法来看是无效，因未配合。川普和乌克兰的总统德伦斯基在讲电话时，要求针对着总统大选可能的对手，也就是民主党的拜登，开始要来针对贪污的调查。因为这件代志引起到民主党控制的这个众议院，就有这个机会要宣布正式针对川普开始要来弹劾调查。也不过白宫的律师寄一张批，这个批有差不多8页这么多。白宫还配合这个弹劾的调查，针对着反对众议院无正式表决，就要来弹劾调查。针对这件代志，川普的政府的官员嘛未伫咧国会作证。搁再来看到，大家拢听过加利亚风，也搁有加利亚酸、加利亚水，也毋过若是加利亚风圳，可能就捌听过。这是泰国中部北南府，因为顶礼拜六透风落雨，引起到加利亚风圳。在地民众看了到地，本来足好看，伫咧看甲翕相，雄雄风一个卷过来，大家拢惊一个赶紧闪，该在无人着伤。眼前汹涌吹起一阵雷啊状的强风，直接冲去天顶。泰国的民众大惊，讲是讲雷啊风来啊！喊咧看到，赶紧摕手机出来翕。大家就是踮伫咧室内真安全，想袂到强风是愈吹愈晚，惊到赶紧退后找所在来避。这段影片铺上网络，伫咧泰国掀起话题，因为中部北南府市区会出现光雷啊风，真正是真罕见。但气象专家解说讲，这其实毋是光雷啊风，是电风管，生做真相像，生成的原因却是真无共。Is a weak, short-lived tornado-looking object that forms along the gust front of a severe thunderstorm. 专家解说，对内部风雨系统内底流出来快速刷叮当的大冷气流，一旦经过消失的气流，而且风速若是有够，就会生成电风管，伫咧地面吹起细长的强风。Gustnadoes form in the outflow, ahead of the thunderstorm, spinning up from the ground, and usually fail to even reach the cloud. 气象专家表示，一旦出现电风管，虽然威力比光雷啊风较差，但是风速也是真强，嘛是会将厝外吹甲掀起的，招牌嘛是吹甲世界杯，造成破坏。所以呼吁民众若是看到，不管是光雷啊风，也是电风管，莫干那搁咧看热闹，会当闪就闪，赶紧找所在来避难，较安全。记者综合报道。食饭时间，手路菜赶快要带大家来食无同的手路料理，来看到这间老店铺台湾式火炭烘肉店。东门烘肉的功夫，鸡腿拢是先卤过，再摕去烘。若鸡皮也有鸡尾水，都要先煸过了后，再搁控家己的烘肉酱烘出来，才有汤也搁好食。老店第2代头家郑宗德，伊改变本来经营的模式，打位变做店面，靠真材实料，开无到1档，就已经有真侪市中的老主顾客。鸡腿伫咧烘盘顶悬烘甲安尼油金啊油金，哪烘过哪甲卤即个特制酱料，即落芳香香的气味，闻着实在有够赞的。这间伫咧内湖做火炭烘的专卖店，主打是这款台式的口味，逐项食的烘的拢会当食到古早味，嘛互真侪消费者真爱来遮试这落好滋味。一阵子想到就会来吃，然后想到炭烤就会想到这一家。肉不柴，然后咬起来比较有嚼劲，然后就是配上烤肉酱，我觉得就是湿润度刚刚好。用独家配。赶紧来看现场上新的讲法。他是在筹备国庆这个相关的这个活动的期间，他是接获长期信任的一个政坛的友人来交货日方相关的这个贺电哦。那这个驻福冈办事处在事后呢有注集到这个贺电呢，它并没有来自于日方的署名的单位，那也曾经经过主动的查证之后呢，也了解日方并没有列入官方的相关的记录，因此呢，这个贺电呢就没有列入我们驻福冈办事处的国庆活动的新闻稿的一个统计的资料里面。那相关的情形呢，我方与日方都有充分的了解彼此的立场，充分的掌握。
在这边再次重申台湾跟日本的关系密切友好，我们的沟通管道畅通，我们这个日后呢也会持续的来发展台湾跟日本非常坚实而友好的一个关系。那本案呢，我们也外交部会遵照行政院长的相关的这个指示，我们会经过这个相关的这个查明，了解这个事实，了解它的一个经过，并且呢，根据这个结果，我们会进行后续的一个处理。谢谢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题？好的，对不起，我来，先中天的那个玉明好不好？不好意思。发言人想要跟您请教一下，因为刚您提到说是有这样的核电存在，但这不是来自于日本官方，那它是来自于哪里呢？还有这个外交部在事前知不知道？是不是连同这个副首相麻生的这一份也都不是来自于官方？谢谢。好的，谢谢玉敏的这个问题哦。这个我们驻福冈办事处，它相关驻日代表机构的确是有收到这个贺电哦。这个贺电是有人转制。那至于贺电的这个来源呢，我想基于台湾跟日本的这个互信呢，我在这边不方便进一步的这个透露。那第二点呢，玉敏刚刚有提到也很重要，就是福冈办事处是不是事先有报回外交部？那外交部这边是在依据往例，是相关办事处在举办国庆酒会之后，才会将相关国庆酒会的活动以电报报回外交部，所以外交部是事后知道有相关的这个情形。我们已经请驻福冈办事处要将完整的资料，将经过完整的这个说明报回外交部，我们会进行进一步的一个这个审核，也进一步的这个查明，依据相关的结果再做后续的一个处理。谢谢。刚刚您是我是右边的凯旋，我想请教一下，所以这件事情驻日代表谢长廷大使他是知道的嘛？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他说这个并不是假的，如果假的就是犯罪行为，所以外交部是承认这件事情是真的。我刚刚外交部的相关的这个说明，刚刚已经说明了。我这边代表总部，我负责对外交部的总部的一个立场啊。这个相关的这个这个贺电呢，这个我们相关福冈办事处的确是有收到哦，但是主要是在这边是一个程序的一个问题，必须经过一个程序上的一个完备，也必须由这个日方他们来列入他们的一个官方的一个这个认证里面。外交部处理这件事情，我们态度是很严谨的，我们认证过程当中也都是小心谨慎的，这是外交部一向处理的一个原则。因此呢，这个贺电要经过相关的程序上的完备，我们才会认证，并且纳入我们的正式的一个统计资料当中。谢谢。其他问题来，婷婷 TVBS。谢谢发言人 TVBS 有请请教一个问题是说，其实您是说这个电报您是说这个贺电是真的，但是现在一个情况的问题在于说，好像外交部驻日本那个福冈分处好像在处理这类型的电报，这类型的贺电好像是在态度上不够严谨，尤其是当日方其实是以私人身份可能提供给我方的一个这样贺电，却被当作是官方的。那在这个部分，在训练上，在外交上面礼仪上，那我方有没有向日方表达任何的歉意，或是日方有没有对我方表达任何的对于这个事情上的态度处理的不满这样子？好，我想在这边第一个是先不需要在所谓的真假议题上面大家再继续去打转，重点是这个贺电的这个程序哦，这个是不是有完备？那如果是没有经过完备的程序，没有经过官方的认可的话，我们在认证上我们都是采取严谨的一个态度。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有关于刚刚婷婷问到的这个责任这个厘清的这个问题哦。我想我们今天已经请福冈办事处尽速完整的将相关的资料、相关的经过的一个说明，要能够报回外交部。我们外交部会根据福冈办事处的一个说明，我们先要去厘清事实，我们要去。如果可以让另外一个人发现自己的好，这也是一种幸福。
人跟人之间的互相吸引，本来就是一种很难说清楚的感觉。开始了，就不要怕困难。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我的男孩》。任何飞上枝头的机会，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男人呢，只是视觉动物，不叫 catch 他们的眼睛。Hello， 你有没有洗手？请问是康乐优小姐吗？你上个月就应该还款了。我手机。这个康乐又到处乱借钱了。你不要过来啊！你不要过来，我真的会往下跳。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各位乡亲是大家好，我是迄个繁星郑家的郑花姐啦。今日吼要来甲大家讲一件真艰苦的代志。其实也不是完全的艰苦啦，就是阮阿嬷要过身啊。不过阮堂弟嘛拄好伫准备结婚，规家伙拢回来啊。大家真认真咧准备这两件大代志。阮大家家孙拢有友好，感情嘛真好，父母有恩爱，厝内底吼拢真幸福啦。人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就是你讲亲像阮安尼一个家庭啦。我即马搁在生，也袂娶，若有人要介绍女朋友给我，也是可以的。好小啊！请大家5月26号来阮家和阮请。至于要先包白包还是10月14日起，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迄台是中孝节期抽好册活动，新历9月24拜日起到10月17，翕你含台视中孝节期电视画面的相片，甲相片传到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这个活动的po文，都有机会甲杨丽花中孝节期好册早倒转去。详情请看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下暗8点，杨丽花歌剧。中孝节日，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本周5起一次播出双线故事。台湾银行盗领案真凶追，新加坡寄生上流，豪门血泪，最终胜者到底是谁？今年您绝不容错过的超夯神剧就在台视频道。每周5晚间10点，双线故事一起追。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台视好戏连发，档档精彩。歌仔戏天王杨丽花重磅回归台视，杨丽花歌仔戏忠孝节义。你长高，救着是高，牺牲你家己的死啊！看小宫女如何在后宫中惊险求生，一路过关斩将。延禧攻略。现在我的危险，我一个都不会放过。今年最热播超烧脑神剧，考验你看戏的能力。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叛徒抓到了，我想死了！带出来！男神降临找麻烦，小资女能否逆袭成功？男神时代。我不会真的是喜欢上明天爱的吧？乖乖女竟然变身为超级网红，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没有不可能的事。网红的疯狂世界，只要你愿意，我会让你不再骗你。相当好戏，给你好看，敬请锁定台视频道。今仔日阴暗8点到10点，台视杨丽花歌戏中孝节义。干嘛？我正想找你。社区都是来抓我们的警察，我现在根本回不去了，这都是你害的。拜托你冷静一点。昨天有一个车辆肇逃，我看名单上面有珍妮小姐的车。你收了盗领案祖先的钱，然后拿这laptop，好像跟谁一直在联络一样，里面是有盗领案的资料。你打算把我丢在这里，然后跟那些人去会合，对不对？每周5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大家就跟你说011不可，你偏偏要说可，你的责任心到底在哪？没关系，我不会因此而退缩的。为了补偿你，我们今天就玩个痛快。好。 100个人里面，就算有99个人不相信，只要有1个人相信，那就够。李刚刚要突破10万，10万！我就是那个人。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如果可以让另外一个人发现自己的好，
这也是一种幸福。人跟人之间的互相吸引，本来就是一种很难说清楚的感觉。开始了，就不要怕困难。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我的男孩》。任何飞上枝头的机会，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男人呢，只是视觉动物，我只要 catch 他们的眼睛。Hello， 你有没有洗手？请问是康乐优小姐吗？你上个月就应该还款了。我手机。这个康乐又到处乱借钱了。你不要过来啊！不要过来，我真的会往下跳。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各位乡亲是大家好，我是迄个繁星郑家的郑花姐啦。今日吼要来甲大家讲一件真艰苦的代志。其实也不是完全的艰苦啦，就是阮阿嬷要过身啊。不过阮堂弟嘛拄好好伫准备结婚，规家伙拢回来啊，大家真认真咧准备这两件大代志。阮大家家孙拢有友好，感情嘛真好，父母有恩爱，厝内底吼拢真幸福啦。人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就是你讲亲像阮安尼一个家庭啦。我即马搁在世，也袂娶，若有人要介绍女朋友我也是可以的。好小啊！请大家5月26号来阮家和阮请。至于要先包白包还是10月14日起，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迄代是中校节期抽好册活动，新历9月24拜日起到10月17，翕你含代是中校节期电视画面的相片，甲相片传到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这个活动的图文，都有机会甲杨丽花中校节期好册早倒转去。详情请看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下暗8点，杨丽花歌剧中校节期。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本周5起一次播出双线故事。台湾银行盗领案真凶追，新加坡寄生上流，豪门血泪，最终胜者到底是谁？今年您绝不容错过的超夯神剧就在台视频道。每周5晚间10点，双线故事一起追。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台视好戏连发，档档精彩。歌仔戏天王杨丽花重磅回归台视，杨丽花歌仔戏忠孝节义。越唱高又丢失。新闻上尾，带大家欣赏，这是南非一个舞蹈表演，其中一组表演的主角是一个老爸甲伊的查某囝。老爸骹手真流利，伫咧舞台顶拍车轮，那查某囝拍芭蕾舞，同款动作嘛真顶真，两个人斗打甲麻麻麻。新闻上尾，带大家做伙来看麦，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忠，祝大家平安健康。如果可以让另外一个人发现自己的好，这也是一种幸福。人跟人之间的互相吸引，本来就是一种很难说清楚的感觉。开始了，